嚟緊星期六，馬會將會越洋轉播澳洲嘅女王伊麗莎白錦標賽馬日，總共10場賽事，頭場開跑時間為早上9點45分。上星期嘅澳洲海外賽事，我哋嘅4格心水提供，成功命中6場賽事其中5場嘅連贏。今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將會再次提供全部賽事嘅4格心水，大家記得聽到最尾。喜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嘅朋友，可以俾個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。第一場，香港賽馬會全球匯合彩池鳳山1里讓賽，限2歲馬，跑1006米，1號突破界限，全場最高評分，上場跑3級賽上名，揀佢先。7號女士有票，呢匹馬嘅母系係香港馬主名下嘅雷神女士，曾經多次喺澳洲黐馬長途賽事取得好表現。女士有票，今場首次增程上1006米，肯定合適，強配埋騎師薛恩，有力爭勝。2號波國奇花，由澳洲新晉好手邵良宇策騎，要拖翻。5號辣妹，全場唯一贏過嘅馬，所謂識贏就係識贏，唔好畫佢。第二場，南太平洋經典賽，讓賽，限3歲馬，跑1004米。7號海岸重地，由曾經來港客串嘅騎師盧愛德叔，個仔盧良棟策騎。大家唔好聽到個動字就驚咗，呢位年輕好手越嚟越進步，要揀佢先。9號現在上3仗跑同程未甩過 Q， 抽埋個一檔，3甲要預佢。6號娛樂演出喺澳洲春季賽期2度挑戰1級賽，都跑到第5名，喺呢度級數夠用，有力一爭。12號粉青油色，由澳洲新晉好手邵良宇策騎，擅長爆冷，仲排埋個好檔位，唔好劃佢。第3場中級城市錦標決賽，平磅賽，跑1004米，總獎金高達100萬澳元。呢場馬比較特別，有少少似上星期嘅鄉郊錦標決賽，因為悉尼城市馬場通常由大馬房壟斷，例如華禮納、金敏斯、活後夫人等，中下游馬房好難有機會響高獎金賽事度突圍。呢場賽事正正只限中下游馬房參加，俾個機會佢哋。1號提神金味，今場評分最高嘅一匹馬。排咗個內檔，預計將會備受注目，將會採取前領策略，有力一放到尾。2號比斯領主，強配世一浪漫騎師麥道朗，抽到內檔，要拖。3號巨擘，級數唔算高，勝在有一檔，慣用跟前跑法，未知強配歐洲騎師馬昆會有咩效果，但3甲都要預佢。6號通達時宜，上年9月同場同程同配搭贏過，今仗明顯希望重施故技，可惜抽咗個大外檔。睇下好人騎師羅里亞點發揮，唔好劃佢。第4場2級賽柏斯薛基錦標，限2歲黐馬，跑1002米。2號動心，上仗跑1級賽金拖鞋大賽，騎師薛恩策騎，末段多次未能望空，結果跑第3，今仗排外檔，換埋世一浪漫騎師麥道朗跑，肯定拼個明白，揀佢先。1號法內有法，同樣上仗響1級賽金拖鞋大賽上陣。跑近800米處時拋下騎師，賽前試翻閘冇太大問題。呢匹馬前仗已經贏出2級賽，級數擺咗響度，今場有機會爭勝。5號慈悲之行，上仗出戰1場1002米2級賽，只係輸俾2號動心1個身位以內，仍然跑出比同日另一場更好嘅時間。今場抽到個內檔，預計可以跟住一個比較好嘅位置，有半冷機會。3號記事，上仗以處女馬身份勝出1場3級賽，然後選擇唔跑金拖鞋大賽，將目標放響今場，要揀翻佢。第5場2級賽王字錦標3歲馬短途賽，限3歲馬，跑1002米。8號秋輝，呢匹馬4出4捷，今仗繼續強配世一浪漫騎師麥道朗，呢場可以話係10拿9穩，可作2重彩膽。5號帝王力，今仗排咗個2檔，呢匹馬轉馬房之後2出2捷。今仗仍然有3甲機會。1號私生活，全場最高評分嘅馬，呢匹馬本身係1級賽考菲爾德堅尼嘅冠軍，之後挑戰年長馬1級賽無功而還。經過休息之後，賽前試閘刻意捉住，志在試好右轉，預計有3甲機會。2號公眾焦點，上仗轉戰紐西蘭高獎金賽事奇偉錦標，排咗個外檔，騎師嘗試克服，結果無功。大家可以上馬會網站睇翻當日呢場賽事佢係點跑。今場重新用上贏馬拍檔史卓峰，跑翻贏馬路程，要兼顧埋佢。第6場1級賽澳洲橡樹大賽，限3歲黐馬，跑2400米。2號珍惜當下，呢匹玉龍嘅馬踏入3歲跑3歲馬賽事未逢敵手，已經連贏7場，
包括一級賽嘅維省橡樹大賽及葡萄園育馬場錦標。今場會爭取8連勝，可作二重彩膽。4號愛都艷花響葡萄園育馬場錦標跑第4名，血統顯示佢有足夠長力應付2400米，有機會上名。5號得天艷女呢匹馬係2019年呢場大賽嘅冠軍雍容爾雅嘅3%姊妹，血統非常優良，上星期勝出一場2000米三級賽，該場賽事極具參考價值。過去10年有3匹橡樹冠軍出自該場賽事，三甲要預埋佢。8號雅利斯呢匹馬係今年先開始參賽，響3月中勝出一場處女馬賽之後，上星期同樣跑該場極具參考價值嘅2000米賽事，末段交出全場第2快成績，跑入第5名。今場檔位內移3344要預埋佢。第7場一級賽悉尼杯讓磅賽跑3200米。8號射程範圍呢匹馬最近取得3連勝，而且表現一場比一場好。上星期6響一場馬會無直播嘅2級賽勝出，採取放頭跑法，入直路更加彈開對手贏馬。12號燕婉祥呢匹本身係來自法國嘅馬女，跑完23年墨爾本杯之後休息咗1年，響今年年初復出，連續跑咗4場，一場比一場好。上星期亦有份角逐同一場2級賽，取得第7名。今場只係需要孭111磅，有機會走入三甲。4號熱火環呢匹馬係上屆悉尼杯冠軍，今年復出之後雖然未上名，但近2仗都取得獎金名次，唔好劃死佢。6號金刺繡上仗響澳洲杯跑第3名，話晒都係墨爾本杯第4名，3344點都預翻佢。第8場係主題賽事，一級賽女王伊麗莎白錦標平磅賽跑2000米。12號精致之道現時澳洲頂級嘅2000米馬，預料今場都係睇佢表演，拍定手先啦。2號利森明媛日本代表，上年12月跑完，等到而家先復出，山長水遠嚟到澳洲，唔會係無的放矢，有賠率要搏呢隻。1號譽滿杜拜，睇嚟2400米先係佢嘅最佳路程，但始終有級數，唔可以劃。7號實幹牛仔一定唔係級數最高，但勝在保留體力，擺明部署今場。我哋上星期已經見識過，本來用莫雷拉跑贏唔到嘅神智勇進，轉翻日本代表騎師杜滿來即刻贏，仲要贏到我哋香港嘅世一浪漫勇士。實幹牛仔喺澳洲春季賽事多次用莫雷拉都贏唔到，今次用翻澳洲騎師貝湯美，抽埋內檔，有力爭勝。第9場一級賽草上女王錦標限黐馬平磅賽跑1006米。1號狂迷女孩呢匹馬上仗響一級賽咗自來德錦標僅敗，輸俾一匹紅馬無私銀行。順帶一提，無私銀行係香港馬大浪原田嘅傳兄。狂迷女孩今場繼續由世一浪漫騎師麥道朗主理，對手換翻做一堆馬女，有力問鼎呢項一級賽，可作二重彩膽。2號慈聖先飛上星期響唐家士打一里賽憑出色走位取得勝利，今仗繼續排到個有利嘅內檔，三甲仍然要預佢。12號藍湖呢匹3歲馬近仗表現非常之好，跑咗4場全入頭4名，反映狀態已達巔峰。上仗響遠地跑2級賽，直路需要等位衝刺，最後以好短距離之差輸俾今場嘅5號馬麗娃，取得第2名。今場排咗個外檔，可以分多幾蚊，有機會偷雞。6號酒區貝麗呢匹以墨爾本作為基地嘅馬，將會首次過嚟悉尼出賽，上仗以由頭帶到尾嘅策略勝出一場1006米2級賽。結合檔位同形勢，只要起步順利，今仗將會有三甲機會。第10場2級賽藍寶石錦標限馬女嘅短途賽事，路程1200米，通常呢場馬都係當日最亂嘅賽事，建議大家可以保守少少。4號奧星麗今場降級作賽，又排咗個一檔，呢次預計可以輕鬆放頭，要揀佢先。5號別具意義呢匹馬前仗勝出一場同場同程嘅3級賽，走勢強勁，而上仗角逐1級賽嘅時候，響內欄冇位上可以抹咗佢。今仗排咗個大外檔，可以欣賞下世一浪漫騎師麥道朗點樣表演，有力捧走錦標。6號爆紅金曲呢匹馬跑1200米演出準繩，3344都要預埋佢。11號成勢將會係呢場最有冷味嘅一匹馬，今季踏入4歲之後，連贏3場賽事，之後2度挑戰3級賽都取得獎金名次，隨即休息，踏入25年復出即刻響一場1001米嘅賽事取得第2名，證明狀態已經擺咗響度，唔好劃死佢。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